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4年的5月21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04篇24节到35节，创世纪11章第1节到第9节，哥林多前书12章12节到27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合一或是统一。牧师其实开始读经分享，我的目的是要鼓励兄姐，无论有多忙，无论有多累，病得有多重，都不要忘记与上帝的关系，要透过灵修了。牧师很少去看 YouTube 里面的回应，除非是提问题。上个礼拜在不经意的当中看到一则回应，这样说道：他说耶和华的话在现今只不过是黄口小儿，哗众取宠，夸大不实，不像中国古代皇帝一言九鼎，均无戏言。我当然自然的我就把这个回应就删掉了啦，因为我根本不想跟他辩论，这不是我分享的目的。但是呢，今天的经文创世纪11章第1节到第9节，似乎让我再一次看到自古以来像这样的愚昧的人其实还真不少，以为皇帝统一就可以代替上帝了。今天的经文这样说到巴别塔，他说起初天下的人只有一种语言，使用一种话。他们在东方一带流浪的时候，来到巴比伦的平原，在那里定居。他们彼此商量，来吧，我们来做砖头，把砖头烧硬。于是他们用砖头来建造，又用柏油来砌砖。他们说，来吧，我们来建造一座城，城里要有塔，高入云霄，好来显扬我们自己的名，免得我们被分散到全世界各地。于是上主下来，要看看这群人建造的城和塔。他说他们是同一个民族，讲同一种话，但这只是一个开始，以后他们就可以为所欲为了。来吧，我们下去把他们搅乱他们的语言，使他们彼此无法沟通。于是上主把他们分散到全世界，他们就停止造城的工程。因此这座城就叫做巴别，或是译作巴比伦，有搅乱的意思。因为上主在那个地方搅乱了人类的语言，把他们分散到世界各地。我们知道，就连全世界大部分人都认识尊崇的英国伊丽莎白女王，我们也知道她已经过世了，她不再有权利了。更不用说过去的那一些集权统治的那些皇帝们，他早就是已经变成尸骨，早就被遗忘了。只有在集权统治下的这些愚民政策教导下的人们，还会以为他们的皇帝比天高了。巴别塔的那些人就是这样以为，可以将全世界标准化，统一其他的人，好像他们这样就可以解决世界的问题。殊不知这些人才是世界真正的问题。
上帝不允许这种统一 centralized 的思想和作为，因此巴别塔的那些人就被上帝亲手给打散了。我们知道上帝是超越时间、超越空间的限制，他过去存在，现在存在，将来也一直会存在。人呢，失去了生命还能够做什么呢？因此我们要在还有生命的时候，可以追求的时候，把握机会的追求永生上帝的圣灵的同在，让我们可以使用他所赐的恩赐合一的服事。保罗继续对哥林多教会的劝勉如下：哥林多前书12章12节到27节，一个身体有许多的肢体，基督徒就像一个身体有许多肢体。虽然身体有许多的肢体，到底还是一个身体。同样的，我们无论是犹太人或是希腊人，做奴隶的或是自由的，都从同一个圣灵受洗，成了一个身体，而且共享这一位圣灵。身体不是只有一个肢体，而是由许多的肢体构成的。如果脚说我不是手，所以不属于身体，它不能因此就不是身体的一部分。如果耳朵说我不是眼睛，所以我不属于身体，它也不能因此就不属于身体的一部分。如果全身是眼睛，怎么能够听呢？如果全身都是耳朵，又怎么能够嗅呢？然而上帝按照自己的旨意，把那一些不同的肢体都安置在人的身体上。如果全身体只有一个肢体，怎么能够算是身体呢？其实肢体有许多，身体却只有一个。所以眼睛不能对手说我不需要你，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。相反的，身体上哪一些似乎比较软弱的肢体，更是我们所不能缺少的。在我们的身体上，那一些看起来不重要的部分，却是我们所特别爱护的。那些不太好看的部分，尤其是我们所关注的那些比较美丽的部分，就不需要特别加以装饰。上帝这样安置我们在身体的各部分，把更大的光荣分给了那一些比较不美丽的肢体，好使整个身体不至于分裂，各种肢体能够互相关怀。一个肢体受苦，所有的肢体一同受苦；一个肢体得荣耀，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得快乐。你们就是基督的身体，而且每一个人都是肢体。统一是为了要彰显自己的能力，骄傲，以为自己可以代替上帝。合一呢，是谦卑自己，同心服事，为了使人得益处，为了荣耀归于上帝，这才是基督徒应当要选择的一条路。诗篇104篇24节到35节，上主啊，你的创造繁多，这一切都是你智慧的果实。遍地充满了你的造物，有汪洋大海，住在大大小小数不尽的生物。反之往来航行，你所造的海兽游戏其中，他们都要依靠你，靠你
按时供给的食物。你给了他们，他们便吃；你赐食物，他们便得饱足。你走开，他们就惊惶；你收回气息，他们就死亡。归回尘土，但你向他们吹气，他们便生存。你使大地得以更新，愿上主的荣耀永远长存。愿上主喜爱自己的创造，他俯视大地，地便颤抖；他触摸群山，山便冒烟。我要一生一世歌颂上主，我有生之日要歌颂赞美我的上帝。愿他喜欢我的诗词，因为我喜乐从他而来。愿罪人从地上消灭，愿邪恶的人不再出现。我的灵啊，要颂赞上主，要赞美上主。感谢主怜悯我们，知道我们是不足的人。求主也帮助我们更加注目在主，谦卑的爱主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